艺人迪英、孙鹏之子自美国返台后，从恐攻嫌犯一系间摇身为人气网红。日前他现身动漫展，不仅吸引媒体争相抢拍，也有众多粉丝上前要求合照，人气颇高。只是单身的他，近日在新影片中竟左拥右抱2名爆乳妹，还大喊好爽。而孙鹏也预计过年后回归，国光帮忙。孙安佐21日在 YouTube 个人频道上释出最新影片，内容就是记录当天他逛动漫展的情况，并在片尾分享了战利品。孙安佐买了动漫角色夏洛特的枕套，装好抱枕后，他开心直呼人家就是正。还有另一个抱枕是追名真白，孙安佐兴奋搂着2个爆乳妹抱枕，表示这样就有2个女友了，爽。此外，孙鹏向国光帮忙告假多时，究竟何时回归，一直是外界关注焦点。据悉，搭档屈中恒昨天22日出席活动时透露，最快也要农历年后。至于是否会邀孙安佐上节目，屈中恒说愿意上节目很好，一起聊聊天。他也提到自己13岁女儿曾提过，现在孙安佐很红，他练得很壮，